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客委会补出地方政府用浪漫台3线做主题，正来四集后生听书团主题工作站，目的是要打帮客家后生的整合资源，用杀错的方式来办理客家庄产业同人文，也得动态静态的活动，为传统客家庄建立新的活力。当然，没有人受骗呢，更会闹热一阵的又点下来的呢。前晚成立被后生听书集体的是董事创造经过产业转型，又读到9年的大体图，过到后生的路赛出去的。不过，也多年来董事社团忙于有发展，累积的能量。后生听书团一落来都好甲乡下，希望是在乡下发展。不过，伊能没地爱匆匆上学下去，还是爱靠蔡天人。拜五安补时头，无限1礼拜，但是人只想好好了。我到台中董事本届文创工坊3月去年来呀，准备上课。今天我们教线条的加深啊，像这个角度的地方，我们先一定要把不要的先慢慢把它挖掉。董事和20相关工作者，同2年代成立的台中市董事局文创协会。对目强体起来行业，系统来上课，也不会课程是用废俗的塑料来做目标。人家作品呢，主要带动人家地方的一个产业特色的这样的开发课程。我们搞一个果农书法品某一个木头再生利用，低度的肺炎就几个年轻人赚来的。对9年大体同过后，董事体起陆续成立了10个社团。董事局文创协会是新型的一只，也不会艺术课程，还包含周边市、起点向做5类。做得讲同时成立了董事后生听书团主题工作站，去到文创工坊正对面，来记录当地嘅发展的董事社团。目前有几个单位之前跟仲无互相有往来安尼慢慢用成立个工作站落去慢慢有嗰种嘅回响。有真多年轻人转来木卡大拿咩就真多。3、2、1，同风不会来下来，代表董事后生听书团正式开始运作。也喺台中市唯一嘅后生听书团主题工作站，台中市客委会咪全力来听书。那个卡法有个意思呢，就是后生，因为抢菜体嘅后生人啦。看将来也讲原来都带来啲，无像我要打拼，到自家故乡咧，因来听书。董事主题工作站其实本单系9年嘅再生集体，咩董事爱向协进会同社署文业工作室点，涵盖系整合董事客家产业同文化中心，也请来2后生人，分别25岁钟雅琪同35岁陈思发。钟雅琪做董事总考人。学弯头路，未有人介绍，就来试看看。未想讲，因为因太不客套东西，将有人头讲。那去到外围无乜人头讲是讲，既然安尼，系咪应该好好吞自家的客法，好好的推广出去安尼，这想讲安尼有安尼机会，就来试看看。陈思发也接谱喺后里嘅行业，佢长期做客家体系嘅社区演出，适同2轮同轮杯体系参加云林社区 PK 赛，来到董事发现也搭配社区同社团当地嘅发展，对工作站成立过后，近来见到人出来同家听书。而且我们发现来的人是越来越多，在这个分界点可以从那个开幕会，就2月26号之前跟之后来说，在开幕会之前，我们自己在那里做一些装修的工作，自己敲敲打打。其实旁边的人都看着说，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那我要不要投入呢？其实大家抱着一个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先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好了。然后等到开幕会那一天，说哇，怎么来这么多人？而且没想到大家认识的都很厉害的人。传统董事后生听书团几百年，系桥港科技大学嘅陈英顺教授，佢对演示合并前便董事政治时期，注意车斧头部分社团都见，
后生天书团计划推出来过后，佢同董事爱向协进会执行长杨强志一等人共同讨论，他嘅出门記係真嘅要做，也係夠神奇嘅，係講真嘅要做，爭過來爭取。我在写这个计划之前，我是先跟我们这些社团，好，还有我们的协会有先做过了解，然后得到他们的同意。那所以这个案子呢，其实它的成型是由下而上的。在乡下就是年轻人比较少，所以就好像在这个地方刚好会有一点点停滞的这种动作。啊，刚好我们有认识这个陈老师，啊，陈老师他进来之后，他就一直在跟我们就是聊当中，后来他就说，他们课会有这个案子，这样想说我要不要参与？我觉得说，还蛮不错的。这董事后生天书团计划係用本家來做成發權，外圍係經濟權，大體來講分3階段，各一幫嘢。初期主要係主題同整合，左右一班呢開始發揮同培訓，而主題工作站來做客種產業教室，加入產業行銷同創意。美方主要做愛地方認同，愛地方人決定來做，讓主題工作怎麼長長久久。也特別1年來，係董事愛向協進會做社區關懷店，下喺經濟部輔導協進會成立社區污染品牌。平常時只有一道社區媽媽會來也，也特別行下做以前，對日本書嘅都增廣附加下，所以富山麗莎也前小小合唱團團長小成嘅蘿蔔。這個前半部，兩道該本家我有較分2部分，了前面70年前起的木造房子，木造房子。之前因為街路上同那個後邊的大甲溪太高嘅河床有落差嘛。實主題工作站陳英順教授係希望同大家理念結合起來。創造好嘅環境，按用後生人怎麼進來？用簡單一句話來講，主要按用做將食材有用。我們怎麼樣來設計這個工作站，可以讓年輕人回來？好，讓他回來要做什麼？好，所以我們是把它顛覆過來了，就是說不要先找年輕人回來，再想他要做什麼，而是我們自從921賑災之後，這些社團已經累積了一定的能量，現在正在蓄勢待發。我們先把它集結起來，然後叫年輕人來進來天守是來見習的。台灣總督府頒發的很正式的腦釘牌，就是以前的腦釘就是要有這一張識別證，然後上山去砍伐樟腦，然後它這個。日本時代的時候，他們也有那個食物的配給，還有日常用品的一些配給，然後不用當軍人。後生天書團要做事情當多，最基本的就係調查產業，韓國做訪談記錄。陳世華同鍾亞琪用曬1年去採訪東勢宮農第4代吳淑萍。吳淑萍自細同老遼太，佢係當地的養宮農。面對宮農當感情，後生天書團落來，佢認為親手有人聽判發通，順便嚟了解宮農產業。因為我哋堅持親有特色嘅個文創商品，都係個腦燈牌嘅鑰匙圈。不過雖然講親有特色啦，不過我講當可惜嘅講，因為人力有限嘛，我其他跟研頭講話，人家感覺講，假如講你後生天守團是人一把聽少少，盼頭活動，咁你腦燈牌。看用那個活動的方式來推展。那我們發現說，奇怪，為什麼他們名字好像彼此知道對方，但是好像沒有打過交道。然後我們一個一個問的時候，他們說：“哦，那個誰我知道，那個誰我知道。”那所以發現說，整合好像大家都很強啊。那誰要去跟誰拜訪？那這個就可以交給我們來。陳世華也發現，董事很多社團雖然講到對方大家都知，不過三唔知對方頭做乜嘅。有家出了天數整合傾檢，大家也知道以後一樂意。其實，剛你有提到那個後生，如果能夠青年回鄉，如果要做醬油，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呢，我們可以使用這種方法，吸引年輕人將來東西經營在行銷方面。他們有他們的理想。
透过调查之年的观察，两沙动用心做笔记，每动认真们，后生人做家乡做得马该诺。副分院喺董事做投入第3胎，都也向青年聽眾有投嘅，自己來做上投入。建議為後生人有想法，大幫嚟到行銷創意一方面。這幾年回到東勢啊，其實也有一些年輕人回到東勢，但是都是單打獨鬥，都辛苦了。哎呀，所以我們有部分的東勢的協會啊，其實我們也很想要把它結合起來，幫年輕人找到一個目標，一個定位。年輕人有沒有像俺的多一點的話，我們可以就是合作的話就是會比較有未來啦。畢竟就是單打獨鬥的話，你總是會比較辛苦嘛，對不對？年輕人的話也是，就是各行各業都一樣啦，你總是會有一個年齡層的差距啦。對，你年齡比較近一點點的話，你總是會比較好去講說，我想要幹嘛，那大家的共鳴可能會比較多啦。木具圈係有機農場嘅第2胎，前幾年呢，針對日本轉來，後生聽書團去拜訪佢嘅人，都向日本有機認證嘅機構 MOA 協會來參觀拜訪，用 MOA 發展有機來做呢一個協會成員。各族各嘅家下，行喺愛有人牽頭來整合，販賣後生聽書團，對一方面會有影響力。反正就跟一個協會一樣嘛，你總是一個組織裡面總是要有人去疏通一些事情，有沒有？那我是覺得後生天手團的話，就是他們可以擔任這樣的角色，就是說，我這邊可能哪邊比較厲害，就是資源整合嘛，對不對？你總是需要一個人去打電話嘛，一個人去跟他講說，你那邊大概有什麼東西，去安排一些行程這樣子。你有沒有誘因給年輕人回來？沒有誘因，年輕人說：“那我回來幹什麼？我回來等於失業，那我在外面混一口飯吃，我還可以過日子。”所以呢，這個也是在打造浪漫台三線裡面，政府要思考的，民間也要去結合的。台中市客委會嘅時候，係講政策目標是向後生人轉來，又唔係要向佢做乜嘅，按樣做無大無大。兩個後生人落來過後，發現呢度嘅社區，比如講楊碧行社區嘅人口，單做成老人家，唔講硬體同社區嘅生意做到以後，發展重點點都係按樣嘅講到後生人來接，我加上心轉到家鄉，行係會有發展。就是有一點緊迫，我們發現說可以做的事情很多。除了就是說我們在訪談過程中發現說，其實很需要大量年輕人的人力進來。除了像我們這樣子進駐擾動，然後把大家結合起來，資源調查這樣的工作之外，然後在產業的部分，其實也很希望說年輕人能夠再回來，然後把這些已經很好的理念或是已經很有根基的產業繼續傳承下去。希望透過這個平台。是本件人提講，原來東勢還有配位嘛係做倆，不過可能性質無嘛相款，是向下合作，安尼是本東勢更較好安尼。如果說他這滿的工作站的計劃結束咧，希望當然係留喺東勢，個繼續大量發展。中亞區嘅董事蔡天然，佢希望就算一項計劃結束嘅，還係做得留下來做到乜嘅，也喺度地方項長久做下去嘅概念，也係呈現純教授想法。後生聽書團是自模樣嘅，捐課同貨點出來，唔係盡財少。董事未來還係有意思，董事蔡天然。他們來工作，不是只有來領這份薪水，因為他們是來學習的，而且了解說自己原生的生活文化是多麼的重要。好，如果沒有好好的保存下去，那我們這個點呢就沒有辦法再讓外面知道說我們是一個傳統的客家聚落。所以他們必須要去做調查記錄，然後去跟大家來討論分享。覺得他們的開始啊，也是我們的開始啦。我們每一個團體啊，東勢每一個團體都很想做這件事情。就剛好現在找到一個主要的目標，也主要的一個基地啊！大傻早會去個工作室，大傻會去討論。其實已經很多的火花。我們的方向是不是一定要政府給我們支持很多，幫助很多，還是要靠我們東勢人自己走出來。所以我們這江菜我就不會種那麼多，因為我知道我一種出來。
同时的后山天书团还到继续调查资源，沙奇美来参加，还个有人来听见检。汉语集团最将郑下坡的传统产业，用创新行销方式来推广出去，推广产业也推广董事，按用外种人掌握的，要到浪漫台三线南片一切的董事，资源系很丰富。